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紫微。今集我哋講排盤。首先我哋要下載咗呢個文物天機嘅 Apps， 跟住入去啦。咁入咗去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呢一個版面嘅。跟住我哋撳新增，咁男女啦入翻呢個位置咧，就係輸入年月日時。我當而家就係呢一個時間先。出生嘅地點都入嘅，因為要計翻個真太陽時間。例如你係香港出世嘅，咁你推翻上去揀翻香港咧。如果係其他地方嘅，你只要相應咁樣揀翻個地點就可以噶啦。咁暫時呢個地點咧係得中國以內嘅啫。咁如果你咧係中國以外其他地方出世嘅咧，咁你需要咧去揾翻一啲經緯度去輸入翻。呢個我哋留翻下次有機會再講。咁輸入完所有嘢之後咧，你就撳確定，咁就會出咗個盤啦，排盤。咁你留意翻咧，真太陽時間咧先係你真正個時間嚟嘅。呢一個時間咧，鐘錶時間咧就只係你喺個鐘入邊見到個時間嚟嘅啫。所以呢個真太陽時間先係真正嚟嘅出世嘅時間。咁你睇翻呢個盤入邊咧，你個命宮咧就喺呢一個位置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咧，我哋再講翻其他宮位咧係代表乜嘢。下次見，拜拜。